哎，你在看什么呀？啊，爷的呀，你我同唱三言真，今生夫妻儿怀恨，只有女子对儿玩。啊，爷的呀，你唱这耳朵为何应？你做文章不专心，为什么快来快去看不停？杀生我这儿怀恨，提起此事真小事人。作家长年年月描绘，趁人叫我去办官印，下次再要下彩礼，我就要爷的不必怒心生，来我保与先生治好，说了说了，下次不可。下次不可。啊，爷的，你看，余兄写的文章是何啊？梁相公，先生教你。哦，先生慌了，回头把文章都写好了啊，夜里上台，余兄区手来。小姐，员外给你送信来了啊！是不是你来催我们回去？是啊，那我们要不要回去？要回去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明天。一家同属于山上山，老是公公家属催我归呀。我与他同唱山在的心上，心中是山，山是海，老母病重盼儿归，我来杀自己两三代。小姐，我诉山间长相关，小姐心随我明白。梁相公家事谁怀疑？待他遇得女你高不是愿我婚前定好谁？先生，你背头是我做大美，什么？林生，林生，叫我是何是托妹？相公知道没了？是我。现在方才听明星言道，你有书信到来催你归去。是啊，家中来信，是老母病重，要催我回去。扶贫离该归去，不知几时动身。待我禀明老师，明日一早登城。是此甚好，一路小心。是。宁心，快去整顿营帐，侍候相公。是，相公，那
为何也想高？啊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赢得玉华大将无方，什么赢得来手下来讲。是。接力两三杯，同唱共同与三丈贼。我再一次道，三丈贼，三丈贼，我与妹夫心事，讲啊，开难开。两